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看台南市的前议长，嘛是现任无党籍的议员郭信良、洪指控，伫台南市政府101年核准的一件主办市地中会，做中间人来协调，向某一间工程顾问公司收钱，是收1000多万。检调长发动着搜索，带回着郭信良等相关涉案的人数10外个人。经过透明问笔录。检方认为，郭信良甲一个姓高的里长涉嫌重大，向法院申请收押禁见。其他5个被告分别以5万到30万来交保。若针对着郭信良卡着的这个案件，台南市国民党的议员认为，这是民进党政治打压。若民进党的议员是来回应讲，莫黑白呛声来放话。正式退出民主进步党。2018年参选台南市议会议长，因无得到民进党提名，一个想去退党的现任无党籍议员郭信良，卡到乌西案。7月7日，检调发动搜索，查获郭信良甲相关涉案人员有10外个人。经过透明侦讯，发现讲郭信良甲台南电西里姓高的里长，涉嫌伫台南市政府101年核准的电西主办市地中会案，涉嫌甲某一间工程公司提1000多万。检方认为讲涉嫌重大透诈，甲台南地方法院申请收案。郭姓前议长及高姓里长涉犯贪污治罪条例，罪嫌重大。所犯为最轻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，且有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等事由，经当庭逮捕后，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。另外，姓蔡等5名被告是以30万到5万块交保，是讲针对郭信良卡到这个备案，国民党台南市议会党团书记长蔡耀辉认为讲，这是民进党的政治打压。你甲郭信良拍伫头发后，永远爬不起来。那新潮流在这人永远的议长咧选举。就如鱼得水，不然我都叫竞争。民进党议员是回应讲，和司法去调查。所以我们就让司法回归到司法的审理。那也呼吁就是国民党的参与会议员不要再一直针对司法放话。5号后面的郭信良伫台南地区政治实力真强，正向的交陪真快，是讲为争取议长连任失败了后。把清洁到政府议长的贿选案拢伊的身影，即马佫敢若去卡到土地中会共收红包，这个郭信良的政治路恐惊会受到影响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